水到渠成的事情，这都是啊，都嫁你们家去还答应呢还干嘛呀你？又想起人来，你想起你别咋呼。张靓颖，哦，张靓颖，超女出来的，对对，长得也好看，歌唱的也好，是一上场观众多欢迎啊，欢迎哦，热烈哦，他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？有观众缘，对，说明他不是一个人。哎，行，哦，行，不是一个人，你别嚷了，没外人，都自个儿人，倒是都是哥们儿啊，唱得好，他那叫海豚音，对，海豚音大伙儿都知道啊，这是海豚吗？这海豚音哦，哎，还有一个人你认识吗？你说说。庞龙啊，听说过这人，唱的那个两只护铁儿，老北京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嘿，要是家人，这小嘀咕就不要了，知道吗？就说句良心，我正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你也不能就学这一首歌啊！你慢慢的，我跟你比不了，你别瞧不起我啊！我知道你能唱，大伙儿也知道你能唱，欺负人是啊！怎么了？谦儿哥能唱，唱不了啊！你看看，小事儿吧？你看看，您要唱歌，是我这不捧了两句吗？他确实爱唱歌。我们一出去走到哪儿，看见什么唱什么。看杨树站在树根那儿，一棵小白杨长在哨所旁，有这歌啊！上北戴河演出去，站在海边，大海呀大海，这都见景生是不是你干的？是啊，可以啊。海里边爬一海龟来，他也唱。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没听说过。他唱，我还要变呢，我是怎么着？我努力吧，我努力，我做一个歌星。啊，你要做歌星，要开演唱会，可以啊，一站一站的把我的演唱会推广下去啊，按站走，这一站啊，这一站西直门，好，我下一站我积水潭啊，哎，再下一站你猜哪儿？那车公庄啊，您在地铁里演唱啊，那还什么艺术家呀？这个小范围人民艺术家，先从地铁里干，没听说过，慢慢差不多钻出土来。哎，我好嘛，我北体。哦，北京体育馆是完事我就首体，首都体育馆，完事我工体，工人体育馆，哎，完事我一体，您这唱死了，这是，我唱死了，遗体干嘛呀？努力，我已经会了不少了，我现在。哦，但我那歌唱完你不知你不会，那您唱吧，那就啊，您来吧。不客气了啊！您来吧，我们听一听。我唱这个，哎，可能有的年代远一点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只要是歌我们就都没听过啊，都没听过。真唱了啊！来吧，来吧。要打人呢是怎么着？哎，你们躲来了？废话，你什么架势啊？你这是准备唱歌了？唱吧。浮云散，明月照人来。嘿，哎，干嘛要饭勒砖呢？这是，我说这架势呢，带动一下，拿着板砖呢？你怎么拿着板砖了啊？不是唱歌吗？这不是？那唱啊！你拿，再来一个，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摇曳多姿的季节？嘿，又来了！您把这撂下，好好唱一个不成吗？我就来一句，尝尝得了。哎，多听听。我会一个这可能老一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听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摇篮曲。树叶遮窗棂啊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个琴弦声啊。不错。娘的宝宝，闭上眼睛，睡呀嘛睡梦中啊。哎呀，嚯！您连他爸他妈都催醒了，知道吗？我是真喜欢唱歌，您这是喜欢唱吗？您我这快成梦了，是吗？我当然了，我是唱歌跟说相声一样，刚开始从模仿开始，知道吧？
我现在正在模仿，我在家里边把这些人的盗版盘我都买了。好嘛，那挺初级阶段是吧？正努力呢。模仿谁了？我这些日子正模仿王菲呢。你上来就是高段位的，您可以给我模仿模仿吗？啊，来吧，轻易我不学，今儿我算是喝出去了。那来，我们谁不许走啊？哎，我现在可以了。王菲啊，我学一个王菲啊，我们大伙儿听着。有年头没学这个玩意儿。来一个，等着，王菲啊，来。你这干嘛呢？学王菲啊，王菲不这样，戴安娜王菲啊，撞死那个。